Kelly to Find Welcome back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。在上一期视频中，我们一起了解了 Matariki 的风筝 Manutukutuku。那么今天这期视频，我想带大家一起聊一聊一种除了可以在天上飞，也会回到海里自由翱翔的神奇生物 Taniwha。有人说 Taniwha 就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龙，但是在毛利文化中 Taniwha 的形态更加千变万化。那么今天这期视频，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在毛利文化中神秘的神兽 Taniwha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Taniwha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龙或神兽，它们形态各异，而且大部分住在河流、海洋或洞穴中。它们有的非常可怕，有的却很温柔，可以成为守护神。它们的形态也千变万化，有时可以是动物的形状，有时却是能量体的存在。有些 Taniwha 会制造洪水，甚至袭击旅人；有些 Taniwha 却是毛利部族世代沿袭的守护者 Kajiaki， 他们会守护村落，引导在海上航行的人方向，甚至会进入人们的梦乡，给人们以指引。形态上，没有两个 Taniwha 是一样的。它们有的长得像巨型的蜥蜴，有长长的爪子，有的却像海蛇或鲨鱼，甚至有的时候它并没有固定的形态。探险家 Kupe， 他的守护神 Taniwha 名字就叫 Tuhirangi。Tuhirangi 是海豚的形象，指引着航路。还有的 Taniwha 他们会随意改变自己的形状、形态，住在山间的瀑布后面、河床底下，甚至洞穴深处。也许你从他们身边经过却从未察觉，但只要他们愿意，它就会让你看得到。Taniwha 只是传说吗？在2002年的时候，位于 Waikato 的 Ngati Maho 部落反对一条正在修建的公路，因为这条公路的建设破坏了 Taniwha Karutahi 的巢穴。最终政府听取了他们的建议，尊重了毛利人的信仰。政府将这条公路改道，即使现如今不是每一个毛利人都相信 Taniwha 这种生物的真实存在，他们仍是很多部落的精神象征。Taniwha 到底是什么？是怪物还是守护神？在接下来的几期视频中，我会分别讲解不同的关于 Taniwha 的故事。如果你也有兴趣了解，别忘了点个关注。大海中是否还存在 Taniwha？ 有些人坚信他们还在那里，守护着大海的航道。下一期视频，我将和大家一起来揭晓大海上的 Taniwha。我们下期见，Kakiteyanoi。